開始之前請幫手訂閱，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俾你嘅親朋好友睇下啦。正所謂窮則變，變則通。中國科網巨頭華為喺5月25日公布咗以韜定律發展電腦晶片嘅大計，消息一出，全球股市及科技界都為之震撼，因為華為或中國手機產業將放棄全球科技界現時晶片為勢而強嘅競爭老路，另行一條晶片可摺疊、可覆蓋，但效能同樣強、同樣勁嘅新路。有估計，華為等內地高科技公司部分棄用摩爾定律嘅高端晶片後，美國晶片供應商、台灣晶片加工廠等都會生意大挫。最誘惑時代意義嘅係，從此中國企業唔使再被美國、歐洲等公司鏈住條頸。依家我哋先聽聽華為董事兼半導體業務部總裁何庭波喺上海舉行嘅2026國際電路與系統研討會上公布嘅消息。佢解釋咗韜定律用於晶片嘅設計及運作方案及過去6年華為嘅多個嘗試。Geometric to time scaling as the new guideline principle for electronic system evolution. We saw time scaling can deliver strong benefits across devices, circuits, chips, and systems. Faster transistors, shorter response time, higher chip frequencies. This means space and time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Losing geometrical scaling does not mean losing time scaling.During these 6 years, my team and I have explored new paths in semiconductor and found a way for sustainable evolution. 華為披露，今年稍後會推出首款用邏輯摺疊設計嘅新麒麟晶片。5年後，即2031年，華為基於韜定律縮放法則設計嘅高端晶片效能將媲美1.4納米。內地科技界喺華為公布新晶片玩法後，紛紛表態跟進。大家都知道，華為嘅第一槍代表整個中國喺晶片產業製造及使用嘅大革新。呢個比當年華為以鴻蒙系統取代安卓系統影響大得多，對全球晶片製造產業嘅衝擊更係如山洪爆發。未來入口晶片，尤其係高端晶片數量更會大跌。以生產光刻機嘅荷蘭艾斯摩為例，公司喺中國市場每年獲利超過80億歐元，中國亦係呢間公司嘅最大單一市場。但喺美國嘅制裁措施下，呢間公司都唔可以出口最高端嘅光刻機俾中國。依家係唔可以出口，將來卻可能係中國唔再需要，而華為要棄摩爾定律而使用韜定律做晶片。另一個主要原因係摩爾定律晶片愈高端愈迷你嘅發展路徑已快撞到天花板。央視報道時就揾咗專家幫大家解疑團。近年来，在半导体领域，摩尔定律演进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与摩尔定律不同，韜定律将关注重点从尺寸转向时间，重新设计芯片内部的晶体管布局与信息传输路径，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技术叫做逻辑折叠。华为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就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未来半导体性能提升可以不再主要依赖于把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让信号在系统里跑得更快、更短、更少等待。把性能优化的核心目标从缩小单晶体管尺寸转向优化全系统响应时间。华为表示，基于韜定律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预计到2031年，基于韜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成的同等水平。我相信这个韜定律呢，还是进一步会促进国际上和国内的半导体的发展。從新能源車、電腦到手機都需要精密設計嘅晶片。過去中國需要大量入口製造晶片嘅機器及零部件，但華為行出以韜定律製造高端晶片嘅新路。中國喺晶片市場嘅角色可能會由大用家變成大生產家。美國想用科技壓制中國嘅舊橋再行唔通。好啦，
今日講住咁多，再會。